即阵一直传出海缆受损，互人破坏的状况，影响台湾对外通信安全。美国学者是呼吁川普政府支持台湾发展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反制中国破坏台湾海缆的冲击。另外，咱的工研院推出台湾第一套 KA 频大低轨卫星射频晶片组。学者分析，关键的技术晶片过去拢爱为国外买，未来可能通国产。最近常常传出海底电缆线受损，甚至被破坏情形。好消息是，进前发生部分芯线断去，而且伫今年1月16日发生全长障碍台马第2个海缆，14已经修好啊。台湾马祖之间的通讯恢复向海缆传送。9月底，佫传出中国宽议轮洪太湖涉嫌诱断台澎3号海缆，准则被海巡押返去台南安平港调查，是毋是故意破坏。因为海缆修起来是了时了工，美国学者白曼加琼斯导师呼吁美国川普政府支持台湾发展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缓解中国破坏电缆对台湾另外通信的冲击。低轨卫星的技术来说，它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那覆盖范围也广，要破坏它的这个通讯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在海缆有被中断的时候，提供替代性通讯的一个方法。学者认为，应先甲成联亚马逊等国外低轨卫星计划合作，确保通讯的安全。经济部也领军18间业者去美国参加全球上大卫星产业展览会，其中工研院推出咱第一套 KA 频大低轨卫星射频晶片组，功能甲目睭的角膜当中的感光细胞同款，属于低轨卫星当中的关键技术。以前拢干来影响外国来买，即马有机会家己做。在做晶片以外，它有这个软体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韧体，还有一个是硬体，所以3体必须要能够切入这个太空这一块。陆正干表示，相关晶片若因国产，那代表伫太空领域有关键突破，未来也可影响一下应用到军规甚至商用，佫是向外界展现台湾的卫星通信科技发展的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